你好，你有冇試過喺一個好平靜嘅時刻，突然之間心入邊湧咗一股好感動嘅感覺？可能係望住日落，可能係聽到一首歌，可能只係飲住一杯溫暖嘅水。你唔知點解，但係嗰一刻你覺得好滿足。白沙話呢個唔係偶然，呢個係感恩嘅頻率。今日我哋講下呢個話題，感恩嘅真正本質。感恩點樣改變我哋嘅震動頻率？感恩點樣成為創造現實嘅工具？同埋點樣喺最困難嘅時候仍然選擇感恩？白沙話感恩唔係一種抽象嘅情緒，而係一種真實嘅可以測量嘅震動頻率。我哋嘅身體係由能量構成嘅，我哋每一個念頭都會產生一個特定嘅頻率，感恩嘅頻率係最高嘅頻率之一。當我哋處於喺感恩嘅狀態，我哋整個能量場都會被協調，我哋嘅細胞會以更高嘅速度震動。呢個就係點解感恩嘅人通常會更加健康、更加開心。呢個唔係心理作用，而係能量嘅運作法則。白沙話，感恩嘅力量唔單止係改變你嘅內在狀態，而係改變你投射出嚟嘅現實。你以為世界變咗，但係其實係你變咗。你嘅震動頻率提升咗，所以你開始見到一啲以前見唔到嘅嘢，你開始吸引到一啲以前吸引唔到嘅人同事。感恩就好似一個濾鏡，當你戴上咗呢個濾鏡，成個世界都會變成咗值得感恩嘅地方。感恩唔係淨係喺大事發生嘅時候先至需要，而係每一件小事入邊都可以練習。你每次食飯之前停一停，感恩呢一餐飯。你每一次飲水之前停一停，感恩呢一杯水；每一次瞓醒停一停，感恩你有生命可以迎接新嘅一日。呢啲細小嘅練習會慢慢咁訓練你嘅震動頻率，令你長期保持喺一個感恩嘅狀態。而喺呢個狀態入邊，更多嘅豐盛會自然咁樣流向你。白沙話，真正嘅感恩唔係淨係喺一切順利嘅時候先感恩，而係喺最困難嘅時候，你仍然可以選擇感恩。你可以失去咗一啲嘢，但係你仲可以感恩你曾經擁有過。你可能好痛苦，但係你仲可以感恩你有能力去感受。你可能好孤獨，但係你仲可以感恩你仲有自己。感恩係黑暗中嘅一道裂縫，當你揀咗感恩，光就會穿過呢道裂縫照入嚟。我哋可以當感恩係每一日可以練習嘅工具。我哋每日朝頭早起身，或者係夜晚瞓覺之前，合埋眼，將手放喺手心，諗3件你感恩嘅事。唔需要係大事，可能係我感恩今日有太陽，可能係我感恩我嘅寵物陪住我，可能係我感恩我飲咗一杯好好飲嘅水。然後感受嗰份感恩，唔係用腦去諗，而係用心去感受。每日做，持續咁樣做，你會發現你嘅震動頻率慢慢咁樣改變。感恩嘅最高層次係感恩你嘅挑戰。呢個唔係話要否定你嘅痛苦，而係你要明白每一個挑戰都係一個成長嘅機會。你唔需要中意你嘅痛苦，你唔需要扮到好似乜嘢事都冇發生。但係你可以揀喺痛苦之中睇到佢嘅價值，你可以揀感恩呢個挑戰帶俾你嘅成長，你可以揀感恩你有能力去面對。當你做到呢一點，你就會轉化咗嗰個痛苦，你就攞翻你嘅力量。感恩唔單止係改變你自己，仲會改變成個集體意識。你每一次揀咗感恩，你都喺度投票，投票俾一個更高頻率嘅世界，投票俾一個更豐盛嘅現實。你嘅感恩會好似漣漪咁樣擴散，影響你身邊嘅人，影響你嘅社區，影響成個地球。白沙嘅信息好簡單，感恩唔係一個被動嘅情緒，而係一個主動嘅創造工具。你嘅感恩會改變你嘅震動頻率，你嘅震動頻率會改變你投射出去嘅現實。當你長期保持喺感恩嘅狀態，你就會發現你嘅生命開始充滿更多值得感恩嘅事。